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and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the Billy O.T.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 dip down, oh b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eller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e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She had not been 2 weeks from shore when down on her a right whale bore. The captain called all hands in sore, he'll take that whale in tow. Soon may the weller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e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Hey! 对，Sea Shanty 哦，这条歌我有够喜欢。哦，现在今仔日要唱这条咧，哦，其实就是因为冠星，今仔日要出海，大家拢生了同款，当然是大家拢生了同款缘投啊，对无？律心，你实在是袂晓讲话。好啦，因为之前律心有迄个有在起庙嘛，有伫 Minecraft 内底起庙，吼冠星今仔日就想讲，庙公就叫我一定爱来一个 Minecraft 的世界，毋过，我就想讲，我无要起庙啦，律心起庙毋知影要起偌久安安，我毋知影安安，我毋知影你的名，是毋是有小可大声啊？我甲用较细声哩，好，庙公就甲我交代吼，讲一定爱来这个 Minecraft 的世界吼，甲大家同齐耍。毋过我就想讲，律心伊要起庙吼，起甲遐尔慢吼，互伊豆豆起。我难得有机会耍游戏呢，我当然就是直接先出海啊，对无？好啦，废话讲伤济啊，赶紧来进入咱的世界，直接开始耍啊哦。好，我即马是安怎是安怎一出戏就死啊？这是啥物意思？Calorie 暗安乌西暗安，大家暗安。好啦，今仔是暗时，毋是今仔是暗时，即马是暗时。我毋是讲现实是暗时，我是讲即个 Minecraft 的世界嘛是暗时。要是有迄个僵尸。好，我要找迄个律心的，毋对啊，律心的迄间厝都无壁吼，嘛无迄个天棚吼，去遐嘛无啥物路用。我应该是爱来秘伫的即个村民的迄个厝内底才有效吼。我即摆想讲，我先度过即个，这叫啥？先度过即个暗时的即个难关，安尼较实在。哎哟，那直入来都暗时啦，真正毋知影要创啊呢。既然毋知影要创啊，无我就饲毋着。我就互大家来看卖冠星生做啥物款。来，有缘投无？今仔日冠星有缘投无？一个号做，这嘛袂当讲是180P 呢，这是8P 的变色。好啦，我就是变色啦，随在恁讲啦。真正会气死。8P 的变色，恁感觉啥款？敢有缘投？应该是有吼。边仔有迄个滴嘟的声，恁敢有听着？淡薄恐怖呢。好啦，即摆敢会当出去啊？我其实无遐尔有耐心，我总是要赶紧出海的啦，无想要等遐久呢。僵尸来啊！我先闭起来。我若是有欠插头，我毋是就会当直接为遮。对啦，我都是变色啦，凊彩啦。明辉嘛来啊！明辉暗暗。遮济奇奇怪怪的生物，
有奇奇怪怪的生物是啥物意思？就是表示即颗西瓜蛋无甲即个环境保护好啦。有等下这是啥？啥物物件咧甲我拍？我来看无。有即个僵尸。着火啊！我需要水。有水，好。头拄咧讲即个西瓜蛋啊，你无甲迄个环境插互光伊就是害遮附近全部拢伤过乌啊，伤过乌暗啊，都会生一堆有诶无诶，这是西瓜蛋诶问题。哎哟，咱来看即间庙起甲偌好咧，遮咱有大大诶一个坑安怎起诶？互你3个礼拜你起甲安尼，好，你是安怎爱放2张刀啊？无即个这意义是啥物？无我知，你放2块刀啊，意思就是一块是要互我诶，对无？安尼我就摕走啊。我来看卖看律心有啥物财产？我需要食物，摕一粒卵好啊。搁有啥咧？石头，我会记你遮有。眠床，互我一个眠床好无？安尼我等下出去冒险的时阵，对，今仔日要冒险啦！今仔日要四界，毋是讲四界，今仔日要坐船出海嘛？坐船出海啊！坐船出海嘛是爱有物件通食啊，嘛有所在通困啊，对无？所以咧，我着这无需要，这嘛无需要。我看嘛，我搁欠啥？多谢律心伫遮做拍拼我有足济物件通好摕实在是真欢喜哈！来看卖你搁有啥物财产石头，这有路用，这我要滴。冒死啊！遮济铁无我，哎呀，这我淡薄仔歹势呢，互我遮济铁无我摕一半好啊，一半行李，我摕一半就好。对，要坐船啊，来坐船。船要安怎起？应该是安尼，安尼就是船。我惊讲等下可能有出啥物代志可能就是船若是歹去，还是安怎，就足无方便。我就想讲，搁一个优美诶，安尼较安全看嘛，我搁需要啥？那无法度用有啊，敢若一半啦，全部是40个啊，我敢若摕迄20个尔，无超过一半啦。我哪有遐过分？我需要即个会当互我活落去诶物件。我摕一支即个剑。我搁需要尖喙骨仔，尖喙骨仔。等下乌石头诶时阵会需要。搁来一个斧头好啊，斧头。好啦，这是投资啊！你投资我出行，你投资我出去冒险啊！我若是有趁着，我搁摕物件转来行李啦，莫遐尔无欢喜嘛，对无？咱是好同事啊，好朋友物件就是爱互相分享啊，对无？好啦，我看嘛，我搁欠啥应该是差不多啊。毋知我会死伫海无？我早都毋是，无啦，无伫即个游戏内底死会当搁活过来啊！莫遐操烦。来，我看敢有卵有卵诶，我摕几粒卵伫路顶食好啊。毋免入去，我伫边仔都摕着。好，足济卵。
好，多谢鸡腿饭吼，多谢鸡腿饭，互我的卵。好啦，来食一块芳好啊，因为我即马无火。会记你炸问，会记你炸问。好好好，既然讲要炸问，我着用一寡问。对啊，为什么你去的庙那像无问诶？那会遮拗？啊，毋过无要紧吼，反正即间庙我是一秒钟拢住袂落啊，所以我念伊要来走啊，无我诶代志。食一块芳，通好出芳啊。头拄仔伫迄个用走会较紧，头拄仔伫迄个，敢算是，就是川面诶兜嘛。我会记你遐有厝对无？敢是遮？我家己找无咯，啊无啦，即边啦，即边有迄个，哎哟，遮紧就枵啊！我是律心哦，叫是我是律心诶，佮加食寡，啊，无规气全拢用做芳好啊，好啊，无摕倒，有摕倒来，好，佮食，无，等下较枵佮食。另外一边，你佮甲我斗记哦，看起来你嘛是做想要赶我走吼。做是要叫我赶紧出行的意思，多谢律师吼。我就知影你是想要投资，想要送我出去冒险。伫水里，对，有门。我会记你伫水内底放迄个门的时阵，那啥是，就有空气嘛，就会当喘开。多谢即个，目睭无好，看袂到你的名。即个伊欣，我无确定你的名吼。啊，我若是读毋对吼，你会当甲我讲吼，真歹势。初见安安 ，Tammy 初见安安，遮哪会遮悬？无想要，无想要跋倒啊！我需要这，我需要即个便当，炸几粒便当好啊！我的饭呢？我的饭哪会无去？敢是网络无好？Ant 平安 ，Ant 初见平安。我的饭来啊！这是安怎？这是叫迄个外送，佮爱小等者才会来，我笑死。好，安尼我应该有即个，甲人摕即个便当爱用。有啦，我有种转去啦，我也无参像你啊。こんにちは，初見平安。有人号做こんにちは呢？这无熟。我的饭呢？好，凊彩啦。好，赶紧要出航啊！伫即个世界的尾流，敢是安尼讲？世界的尽头，感觉足适合做一个出航的所在。毋过我感觉等下用着插头，毋过无要紧，我有摕着新的插头，应该是有够用。初见平安 ，Duck 敢是迄个 Duck 平安敢会当叫你你若是无介意，则甲我讲。耶！哇，有够紧啊！才开始直播15分钟就会当出海啊！赞！好，咱就直接伫大海顶面航向未知的所在，有够浪漫。OK， 好 ，OK， 安尼我着叫你 Duck。下骹有物件呢？下骹是安怎有物件？是毋是进前那像律心？是毋是有伫遮饮食啊？伫遮唱水？敢是？凊彩啊！律心的物件，我已经摕足济啊！伊落伫遮的，我着莫摕，好啊！哎呀，要弄壁哦！安尼我着
凊彩拣一爿。哦，阿酸暗安，阿酸哦，这是啥？这是啥？哎哟，哎哟，讲要去迷离的所在，就连咪找着一个足怪奇的。我先落船，我冒死啊！哎哟，黄金的宝头，请问你落伫个？无，我演一解，我来摕迄个我的石头宝头，我来搬即出去。哎哟，天要暗嘛，无要紧，先搬了。好，我是冠星。请问你落伫水底是一个黄金的宝头，还是银的宝头？我落伫水底是一个石头的宝头。哦，所以我石头的宝头无去啊，无要紧。我即马有黄金的宝头，我阁有2支。哎哟，我即马较毋惊淹死啦，我即马较惊迄个，较惊我等下天要暗嘛，我会互奇奇怪怪的一寡怪物拍死。无要紧，我直接伫遮困，赞啦！美容暗暗。好，即个眠床炸伫身躯顶。啊，这嘛有路用呢，即个箱仔嘛有路用，无我直接甲带走。我会，拢我会。哦，有衫通我穿啊！哦，连咪穿衫。哦，你伫上课？Camber 有够超过。好啦，无要紧，我最介意你讲的笑亏，安尼我会当甲你原谅。Franklin 暗安 ，Franklin， 我最爱看 memes 呢。你进前迄摆，你家己变做 memes 有够好笑的。哦，够用啦，够用。我需要一个汤啊！我的物件咧，今日网络较客哦。反说是因为一直落雨，听讲落雨的时阵，迄个网络哪像会较歹，至少伫乐天宫遮应该是安尼。我的宝头哦，对，我即摆换黄金的，我都袂记得啦，笑死。好，炒走，炸灶啦，应该是炸灶这点。我需要，我即摆要来继续人险好啊，好啊，来，继续驶船哦。机器管家平安。哇！大家暗时来看我人险，袂歹哦。安尼我就毋免写啥物游记啊，我就直接直播大家看哦。现在遮尔紧就找会到，这应该都是运命啦。无啊，你都一直踮遐起庙，你拢无出海，你当然找袂到有价值的物件。咱人生就是爱有一寡人险的精神吼，才会有出脱吼，知无？毋过伊无爱互我落船的，现在无爱互我落船啊？啥物意思 ？Socket exception connection reset， 应该是网络的问题，无我搁重新入来，应该会较好。好啦，变色汤知影啦，我落伫水底就是变色汤。好，即摆正常啊。我来看觅遮有啥，无我规气伫遮起一个我的基地好啊，我就毋免甲恁即寡，毋是要安怎讲遮好，我就毋免甲恁带做伙啊啦。会伫有一个人嘛无需要我嘛，对无？无价值的人才需要有价值的物件，无怪你遐尔需要我啊，对无？虽然我毋是物件啦，好，我想看觅哦，我来用一个较
较趣味的基地好啊。我想要住伫即个地下基地，哦，安尼较有即个要安怎讲，较有一个秘密的感觉。哦，冠心介意秘密，哦，我就想要听大家的秘密，若是有啥物秘密，拢会当甲我讲。Friendly， 你是咧甲啥笑？你是咧讲变色汤呢？哈，你是讲我穿甲足成变色是？那连广告都做伙笑，恁遮的人，哎，好，我连面都用着我的问啊，来，啊无，毋免遮无，毋免遮要安怎讲？毋免遮浪费啊！哦，我真正会认袂着我的补头，我拢惯是摕较俗的。哦，母语平安。无用，食一块胖好啊，但无枵枵。甲你讲秘密，我哪会讲出去？我敢若写伫我的迄个笔记簿仔内底啊。啊，赞！我有所在通住，等下暗时就来食啊。我有所在通住，啊，毋过我无眠床。眠床嘛有啊，我会记得我阁有一个箱仔嘛有啊。好，我就住遮。好，我来看觅。但头拄仔有看到迄个，我用提的。头拄仔有看到有坐家，可能惯性以早捌坐家，做少年迄个感觉来怀念一下哦，来坐家。好啦，我需要一支铁骨仔，铁的尖喙骨仔，吼，安尼整理一下啊。惯性做袂晓整理物件，请大家见谅。我会记你头拄仔伫迄个山壁遐有有做者控石，跟乌咧。哈，啥物意思？管家你嘛捌坐家哦？无你哪会遮尔了解哈？有心敢捌坐家，有心敢捌坐家，大家来分享一个大家坐家的经验好啊。今日原底是要出海，直接变做迄个坐家交流，坐家经验大交流。测茶我需要插头。我想一个即摆这是我的人险基地。我会需要生产足济。无礼貌，绿岛。我差一点要去绿岛呢，毋过无去着，就是伫路认都无去啊安尼。来，我想一个我应该会需要一个生产插头的所在。所以我决定对啊，我的 fans 有够过分，你的 fans 嘛有够过分，新销的 fans 是安怎？啥物叫做家己的肝家己起？有够超过，遮个人，恁遮个人哪会拢安尼讲话？一定是有心甲恁黑白教的对无？哈？天要暗啊，等下来困。即个黄金的做无动头呢，足紧就要歹去啊！安尼我等下可能需要搁用一个铁的，摕毋着。插头，啥物做灌无线？Oh, Friendlin,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I love you too. 4个月不愿意，敢算是坐家？无啊，坐家毋是讲想要去运动就有法度啊，毋过不愿意嘛是无想要无想要无运动嘛袂使，毋知啊。即摆敢是地狱时间？对呢，头拄仔经过迄个门啊，看起来是会当去地府的迄种门啊。小等有机会我去看
看敢会，毋过我需要迄个吼，应该无遐尔赶紧要去地府啦，已经作息啊，拿灶骹咧行，上班都会有时会去。我需要一个插头的迄个生产场，无我就直接去好啊。好，我直接一寡空。我头拄有拍火石，有啊，毋过迄个伊迄个门的迄个坑，无完全啊。我需要迄个 lava， 我才有法度甲伊补起来。哦，啥物号做我穿安尼？我穿安怎？我对啊，黄金的呢？啥物号做凡？啥物号做凡人？哈，陆心才是迄个凡人，好无？伊毋是有唱迄个。我是一个平凡的凡人，陆心才是凡人，好无？有够好笑，陆心你是安怎要安尼唱？小整理一下，即个顺序无介好用，应该爱安尼。哦，有够麻烦的。毋对哦，我人毋免落去啊。安尼就有啊，伊就会浮起来啊。啥物号做毋是即种意思啊？天边暗嘛，我赶紧转去困。小等哦，我若是即件代志无做了，我就会感觉足无爽快，所以我会赶紧甲完成。下骹有即个资源的，安尼当是安怎？好，先来困，我会惊，我心足惊死的。哦，国中生按，我向找无咯，我用迄个啥物秘密基地，煞互家己找无咯啊，害啊！有够好笑，我哪会遮讲？救命哦！救命哦！热心救命哦！头拄仔失礼啦！我真正无迄个意思。我的厝咧，我的厝伫倒位？啊！救命！我找无我的厝。这敢是 server 是？这是甲热心进前伫共一个 server 内底。当我找无我的厝，所以我足烦恼的。我的厝到底伫倒位？我的名称伫我的厝内底呢。好，我知影，即种时阵呢，我就是需要安尼。我敢无做记号？无，我无做记号。我讲，我袂晓想，应该是伫遮附近啦。我会记得迄只牛嘛，我头拄有经过迄只牛。问牛是会走的一种生物，毋过安尼。小可对啊，通天条啊，有够好用。Friendly， 你莫遐着急咧甲我点香好无？嘛毋是无食过香火吼。无要紧，我做有耐心。毋对啊，头拄仔是想讲家己无耐心，哪像是我？即我毋知影要创啊吼，无我着往山岭啊，有啊！我有看到迄个光影影，迄敢是我的门？迄应该是我的迄个家的门对无？有啦，看到啊！多谢大家大家真正对我足好。咧等待的时阵呢，我来食一块胖好啊，有够枵，食胖。食一块无饱。好，安尼有饱，搁剩2块，毋过我搁有迄个麦仔。天还袂光，无我先啉一粒水好啊。
啊，好啉。今仔日大家敢有啉手切茶啊？我其实下班的时阵有买一杯，也袂啉。等待的时阵，大家应该做无聊，无我来唱一条歌好啊。对啊，伤远啊，我哪会甲我的迄个种菜，毋是种菜，我哪会甲我迄个篮场插头的迄个场去甲离我的厝遐尔啊远，紧过去。我走无像你遐尔啊，会使点歌，我著无像陆心走遐尔啊紧吼。即个距离，我的发音受到恁台北人的影响啊！我的距离啊，袂晓讲话啊。无啦，这陆心走可能2分钟就到啊，我可能爱10分钟。天色渐渐光，咱就大声来唱着歌。搁有一条是啥物？会晓有僵尸，我知影。天已经要光，拄则会梦，敢真正是梦？梦中若像有听到一寡熟悉的声。用背，我嘛毋是律师，我袂晓背。到底是啥个声？到底是啥个声？亲像细汉的时阵，阿嬷远远啊喊，但是若会一去就找袂着转来的路，就是咧讲我啦。但是若会一去就找袂着转来的路。后一句是啥？放袂开、透袂开的怨气甲愤怒，无为啥人外靠？有够悬，对啊，有够悬。好啦，等伤久啊，我嘛挡袂牢啊。Drunken Sailor，我最近才听到啊。思想题对我来讲，就是我若是唱甲无好听，我会足生气。所以既然你讲啊，我就去练一个啊。我练得好，才来唱互大家听。无我其实嘛是会歹势。一空米一暗，是会使啦。毋过我身躯顶无罩眠床啊，所以嘛是爱等啊，嘛是爱等足久。所以我就想讲，好啦，无我规气改拼。一只尔嘛，一只应该是也有法度处理啊，无法度处理。走，你走。无甲我过来，啥物意思？即摆是啥物情形？我足惊的，你莫过来哦。好，怕好死啊！好，即摆是大家咧点歌吼。关心你今嘛伫倒位？我咧叫你，你敢有听着？啊！我家己用伫即个，我先去眯起来，我去找我的。你是我的宝贝，我哪想袂晓呢？平安啊，转来厝尔，平安啊，当困啊，好，先困。未开的花，还是上水的花，歹势。我想看觅哦，我头要创啊。我要去迄个种菜，毋是种菜，迄个插头的所在。毋过离我的厝淡薄仔远吼。无我甲物件搬咧，去刷过来好啊。无要转来的人，互我想到迄个 collage 的迄个，哪想嘛有一句是。有一块肉，这敢会食尽？应该是袂食尽，莫我袂食。我的手阁有涂，对啊，我的手有涂，有够太高。无要紧啊，我也无要甲你砍，嘛无要甲你安怎啊？手中有涂，甲你有啥物地带？万千花蕊，袂晓讲话。万千花蕊，自渺悲哀。好，头一句是啥？
哦，其实惯性做袂晓同一个时间做两项代志，所以我要想赶事是有淡薄仔困难。那毋过我试看觅。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鸭蛋窗我的衫，外口的人还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举一支雨伞，为你规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的人将你放下。其实落命，原来拢无要无紧，踮遮规暝看电火闪烁，我踮遮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吼。我踅来踅去，思念火烧房间，路边的话，无要转来的人。我向袂记哩后一句是啥？无要转来的人。好，我需要大家甲我提醒。啊，毋过咱先有一个时间差吼。啊，多谢即个这边哪读 Vital Lion， 敢是 Vital Lion 的鹅乐，多谢 Vital Lion 的鹅乐。多谢 Friendly 的即个白色的爱心，嘛感谢即个五星互我灵魂 Savannah 要安怎翻译 Savannah， 这我会查词典的。惯性有时啊嘛会安尼呢，就是惯性有时啊嘛是会想到就是一个词啊，知影英语要安怎讲，煞毋知影台湾话要安怎讲。哦，这实在是足困扰的，对，感觉敢袂当讲是无爽快，应该嘛是无爽快，就是感觉家己的语言能力无够好。啊，毋过其实惯性平时啊嘛是足爱学语言啦。其实我对日语嘛小可有兴趣。哈，还袂出海？无，我已经出海啊！我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天地啊！我想讲吼，我伫遮我会先用一个我的基地哦，啊，我著伫遮生产我的迄个插头啊，甲我的迄个石头啊，哦，伫遮挖矿哦啊，我后摆吼，就是为即个所在出发吼，因为迄间庙我实在是一分钟一秒钟拢点袂落去啊！哦，这毋知影啥讲的话。好，甲大家开讲，我无要转去啊啦。多谢即个律心提供的叫做T 哦，多谢律心的 T 哦，有够好用，感谢再感谢。我遮需要一个刀啊，我需要。好啦，有 T 就是爱用啊，哦。有题就是尽量用，啊，非得嘛毋是我家己学的，就免伫遐设字对无？啊，毋对，用题，有题就是爱用，啊，有够爽快，哈哈哈哈！好啦，全部拢学的啦。啊！你头拄也讲我无要转去哦，我确实是无想要转去啊，无需要转去啊。哦，甲会讲煲也是病，安尼敢会当讲草煲？草煲。打波，加无，好无好笑。好，伫遮会当来，哎哟，无用啊好。放伫遮，查某是查某的另外一项，
冠生敢有机会开台语俗语话气话？这我较无想过呢。毋过无讲袂使，无袂使啊，会使啊。大家若准真正有趣味，嘛是会当开啊。好，我先莫用伤济好。哦，下骹有空呢。偷看啊，这是我家己的刀，学到我家己的刀去啊，有够好笑。啊，无我规气甲这变做迄个，我就直接位遮出来好啊。稍等哦，这是这是厝内呢，安尼无好，安尼会危险。好，还是甲补起来好啊。好啦，我即马有3个空会当种我的树啊。你遮有够无礼貌，啥物都有够白痴。我需要一个，我搁剩一个 oak， 应该就是安尼吼。好，我搁学一空，互我的一个树啊。这是安怎？这是我的厝内底啊，对，这是我的厝内底。我入去看觅到底是啥物情形。哦，我的厝伫遮，好。遮就是迄个我头拄啊无顶悬有迄个树吼。好，安尼我甲这补起来。我的厝有够矮。好，来困。要早要袂当困。啊，是哦，安尼袂生哦。安尼我应该甲补较悬的是。无，我会记你安尼会生呢。无，咱做一个试验好啊。咱即个试验，你着凊彩画一张做超过的图，无毋是即个试验。即个试验是有即个对照的，有即个伫内底，咱看觅遮会敢会当生出来。毋免探监，毋免探监，毋免探监。一时时，只毋免探监。我到底咧唱啥？这物件足济呢。我知，我甲值钱的物件拢留伫咧厝里，安尼较安全。我着来遮人险。对，无毋对，阿选会记你迄个试验。我逐秒钟拢咧甲你伤害，无我无遐用，我是只肉小用。对吼，头拄有人甲我提醒，讲要做一个记号，我念伊来做，无等下搁找无路，就有影足凄惨。请大家笑，我敢毋讲笑亏？我敢有？还是刘心搁咧讲笑亏？敢伫门口插花？爱呢？安尼我要安怎落去？对吼，我要安怎落去？好，安全。有够野个。对吼，阁有坐票，跳落去会死啦！啉落去，毋通流开，跳落去，大家欢喜。对，我知影大家会足欢喜，毋过我会足艰苦。好，到厝啊，先困。一直困到无迄个怪兽的问题啊！
一直困因都袂生出来啊，对无？我甲我物件足济，我甲物件拢囥咧。其实我嘛毋知影我即摆要创啥呢。无我甲我我的厝用甲搁较舒适好。无炸刀啊，直接家己现舞一个刀啊出来。这厝真是有较矮。哦，你叫我落地狱，你啥物意思？无啦，毋过我还袂准备好呢。我迄个做啥？迄个石头，我都还袂用好啊。我需要安怎调整咧？我上袂晓整理物件。我的布头，耶，捡袂起来，毋是这？对，是这。有够乱。手捧一杯爱情的酒。我想啊咧，我想啊伫对啊，伫遮，哪会伫遮？你哪会伫遮？盐埕区长，这有影楼。哈，我的声伤细哦。我看嘛，我敢会当调整哦。袂使，因为我是一个讲话轻声细碎的读册人，所以也算歹势。人讲话就是遮尔细声。无啦，我真正是讲话较温柔啦，这无法度。还是恁的意思是迄个，我的迄个无啊 ，Minecraft 即摆无声嘛？安尼意思就是我家己的我有影细声。无我想看觅。安尼敢有较好？即摆大家是咧比赛咧讲歌名是？头拄啊较大声一点啊，头拄啊是啥物时阵？其实咱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呢。我想看觅哦，应该是会当去继续出海啊。我要炸啥？我炸一个有价值的物件，我拢留起来好啊。好，无就安尼出去好啊。毋过天要暗啊呢。好，无我搁小可甲我的迄个插头的迄个勇实的所在，搁用咧。即摆是下晡吼，即摆应该是下晡。好啦，无我搁加，我嘛毋知影要创啥呢。应该是会当去坐船啊。有人讲罗宇星初见平安，罗宇星是啥？嗷！我的船呢？我的船伫遐。收水的时阵爱烫衫，无啦，我袂讲话。看鱼仔伫遐游来游去，游来游去。要弄壁。看鱼仔伫遐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看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
码头，码头，哇，有鸡呢，搁较济鸡腿饭，鸡腿饭，鸡腿饭，一只叫鸡腿饭，搁有啥物？鸡肉饭。哦，是哦，即摆船会当放箱仔哦。啥物意思？我直接甲箱仔放伫伊内底，伊就会当载回，啊，佫会当甲我载的意思哦。遮方便，敢真正有遮方便？码头，码头，应该是爱起一个码头就对，有道理呢。好啊，无我想一个，要起伫个对咧，起伫一个我家己会记伫个所在，先啊，佮船倒起来，啊，迄倒起来了，我感觉会当坐伫顶悬，这足重要诶呢。应该是会吼，安尼讲诶意思应该是会。哦，安尼我有需要呢。好，安尼我一对吼，其实船是会当翘起来对吧？翘起来。好啊，无咱先转厝呢，啊来想看觅即摆要安怎创。我诶厝伫遮。那有你即款阿嬷，那有阿嬷咧叫人枵死？通常应该是互你诶乖孙食甲肥死才对吼。安尼佫敢做阿嬷？你好意思？有够凶。对，我有即个 UV 诶船吼，家己煞袂记着。一个插头，佮加一个箱仔。哦耶！多谢即个天明 P， 多谢，有够方便，真正足感谢你甲冠星教，无我真是毋知呢，真是毋知影有遮方便的代志。好，来起一个码头好啊，码头就是爱用插头才有气氛对无？啊，毋过天要暗啊，我想看觅。天要暗嘛，我先摕一个啊，我的一把火。有啊，这树仔有会生啊。哦，是起伫顶悬的迄种。好，我等下甲改一个，你讲的应该是对的。好，先困。困好一暝、两暝、三暝，醒来自由飞。啊哈！小可腹肚枵，食一个啊，胖。去食关庙公。哎哟，我哪会着伤啊？哦，无，我毋是着伤。这离迄个海边有较远。我是毋是应该爱甲迄个水甲引过来？还是我应该甲我的厝起伫较低的所在？较低的所在。好啦，起一个码头。码头要安怎起啊？我毋捌起过。哦，你是 Minecraft 始终迷将，无怪你遮尔了解。我扶袂起来啦！救命哦！救命！我扶袂起来。看灯来敢会较好哦。我真是扶袂起来。啊！救命！好，无即个时阵呢，通常拢是爱灯开，大家歹势，小等。我嘛毋知影是安怎会安尼吼。顶摆律心那时嘛有拄着相像的状况对无？就是毋知影为虾米，就是有一寡
有一寡起盘的起，伊就是袂插字对。数学老师讲过程足重要。哈 ，Ruby 袂当笑。哦 ，Duck 讲 Shift 加迄个空白。好，多谢。我等下若准阁有拄着相像的状况，我才试看觅。我应该还袂死吼，我足惊的。救命！救命！救命！啊！我听着即个赶袂赴啊！哦，会赴。哦，好。啊，啥物意思？现在互我补起来了，才雄雄讲我死啊！哦，有够超过，无要紧。新物件哦，无怪我毋知影，我毋知影，甘愿一生一世飘飘撇撇过着咱的生活。哎呦，有海底呢，它有海底，是不是有物件沉落去啊？还是我的触觉？哎，穿衫，金死死 ，Curse of Binding。哦，所以我无法度想要烫就烫。哦，好哦。Server 伤 lag， 有影。这请庙公处理啦。这我无法度。毋对，我是来起码头的，我感觉个爬起来啊疼。有啦，遮佫有我的物件呢。哪会爬遮远？好，起一个码头。码头要安怎起？安尼敢有成码头？啊！我无炸我的波头。死去就烫啥？啥物货？好啦，应该有成码头，现在会沉落啊。还是会沉落嘛？是因为 lag 啊？哦，真有可能哦。码头爱有哦，现在无要用补头的，我的补头无早出门的。好啦，无我先转去，甲需要的物件拢用咧才来。哦，哇，家己一个人生活嘛是有遐无遐简单呢。哦，伤累才扶袂起来。好啊啦，露西，莫阁笑迄个水草啊啦。我会问咧，我毋知影要安怎入去我家己的厝。啊，伫遮啦，伫遮。好，我的补头，我的金死死的补头。敢需要水桶？无需要。哦，所以 lag 就是啥物代志拢变甲较慢安尼我有了解。好，我需要较济插头，全拢变插头。全拢变一个机啊。好，有 fence 啊，佮需要插头无够啊，无应该全部拢甲用做插头才是无够啊，安尼我搁要出去
错茶，好，水错茶，错茶。哦，家在有家己知，家己知一丛，毋免看别人。哦，头拄有人讲想要我讲迄个俗语话嘛，哦，我即摆有讲啊，有满意吼。要做。无需要技能呢。好，刷来。其实我嘛需要一箍田吼。好啦，对，迄种方式袂使，我甲用吼较好咧。小等哦。好啦，安尼应该会生啊啦。好，我即摆有插头。好，我即摆有 ice cream， 无我无 ice cream。好，有问啊？嘿，你袂记你甲我讲啥物？哦，是哦，所以遮永远袂落雨。哦，遮敢是？遮是吼，所以遮永远袂落雨。啊，歹势，踢着我的麦克，我甲大家耳仔回失咧，真正足歹势。安尼我应该是爱，我哪会敢若用3个？无要紧，罔用。baby 生摆个。是安怎安尼？是安怎？我有补头。哈？无共的材料袂当连做伙哦。阁有即种代志哦？阁有即种代志？哪有人安尼设计的啦？我感觉我需要迄个推仔呢，无我爬甲安尼足艰苦。嘿啊，我需要推仔啦。好，等下念伊来做一寡推仔出来。袂使，你入心生物无学好，安尼生袂出来啦。我头拄要用迄个，哈，安尼我即摆无法度用码头啊。安尼我先用一寡推仔出来。我足需要推，哪会遮少？对啊，我无插头啊呢。哈？会使讲做伙？到底是会使还是袂使？我即摆完全感觉我袂晓耍游戏。伊个暗暗，哎哟，天要暗嘛，我应该需要一寡暗时会当做的代志，比如讲，困。好啦，来起一个码头，哪有遮困难？耶，明明都会使嘛。
好啦，罔用啦，莫去嫌讲迄个插头无共款，罔用罔用。Q 我即摆做散呢，我需要遮个插头，紧补起来啊！现在无补起来。我即摆有汇准啊。哦，我是要安怎？我伫船内底无法度开迄个箱啊呢？我是要安怎开箱啊？加一个救命！好，我先等待迄个，我先等待天平，甲我加一个，开迄个箱啊。等待的时阵，我需要起一个Shift 了解了解，好，多谢，安尼我知影。毋过我足需要一个当爬起哩的所在，所以我我先 Shift， 伤远 Shift， 会使，感谢。楼梯哦，楼梯是会使啦。我想讲，毋知影是安怎，我头一项就想着推啊，无我就用推啊好啊。推啊应该嘛无好吼。安尼敢有病？无，我直接过好啊。哇，有人做超过的哦！美容做超过的哦，搁想一个啦。好，安尼应该会使。袂记你试 Shift。好，我即摆有图啊。那个有够那个。当是安怎？当是迄个黄金体验，永远无法度找出即个腰伫船顶的事实。我甲遮嘛补起来好，安尼较顺眼。无毋对，黄金体验。无摔着。好啊，我有推啊，我欢喜啊。你无啥物？无推啊呢？好，我想要甲即丛树啊，嘛撮起来。恁敢知影？就是两个相共的会当安尼变做一个。毋过我无黄金啊，等下就真正无啊。爱点火哦。对呢，伫遐附近应该较安全吼。好，无我毋知影要插伫对呢，我就黑白插哦。
我的火把嘛无够用呢。我倒困。我会记得我还有为录心遐招来的，即个毋是招来，是录心甲我投资的即个团土团，就是录心的土团。我应该是有经过的所在，应该拢爱安尼插互光吼，安尼才有安全吼。多谢迄个天兵的提醒。哇，有一粒苹果。我要欠啥？毋知影要创啊，就先出海好啊。嘿嘿，阮赔，阮了钱无趁。嘿，你讲的拢对。哇，我有即个剑，我有即个 torch， 我有需要。安尼我先啊，遮嘛爱用互光吼。啊，我敢有法度出去？我想到无法度出去。我无法度出去呢，这敢是正常诶？还是我倒位搁用无诶？是我倒位无毋对啊？门伤细哦，啊是安怎？是我斗两个就会变做较大诶，敢是安尼？啊，敢有即种代志？啥物合作我着介意甲家己关起来，有够过分。虽然是安尼无毋对啦，我拢伫我诶房间，无想要插你。啥物合作会当活到即马是奇迹？好，无要紧，这物件先捡起来。是哦，两个门会当斗做伙是毋？我需要遮个树啊。好，即马要搁用一个门好啊。哇，无插头，即声好啊。船较大，对啊，船较大，安尼我是要安怎？还是我都袂使用迄个门，我都要直接用迄个开放的。啊，毋过也是爱用普通的门，用普通的门敢袂使？无我试看觅好啊。做两地哦，两地会当斗做伙呢。我的斧头无炸，无我用一个，费伫即摆铁足济嘛。普通的袂用得，普通的袂用得，所以我爱甲两地斗做伙，还是我爱有做较大的呢？我会记得毋捌看过即种物件呢。等下哦，会当斗做伙啊！对呢，会当斗做伙呢。对吼，我哪会捌想过？我知，我知影，毋是用迄个工作台，是直接即块是安怎？哪会伫空中？我知，是直接甲两地斗做伙，毋是伫工作台斗做伙，这我有了解。
我插头用好，我就先来困。嘿，梦联盟，新点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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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困。困的时阵无咧关门的啦。我的门。啥物时阵都爱猜，无猜袂使。恁想看哦？应该叫有心来读。若食火锅，若唱歌，雄雄都互阴死抬死啊！锁伫有菜火把的所在，才是好所在。无恁搁写搁较济即种有诶无诶，互我来读看卖好啊。困诶时阵爱关门，毋免啦。精神诶时阵才爱关门啦。精神诶时阵才会做奇怪诶代志啦。好，即摆我有波头。迄啥物声？英语诶，嘿，我算英语诶啊。华文我读英语比读华文较紧啦，所以我拢算英语诶。花白波头。哈？安尼敢会过啊？安尼应该是会过吼。关着门啊！安尼准会过哦，阁有即种代志。好，安尼会使出门啊！嘿，无共识诶。耶！感谢大家甲我提点，互我会晓。等下，我等下是毋是阁会找无路？啊，有人甲我讲爱记迄个哦，做票嘛。无安尼我插一个啊花白，过来就是我伫倒位咧，记袂起来啦，哪有可能记起来？算去，无要记啊，无要记啊。啥边仔有人，你莫甲我惊吼。哦，有海底呢。哦，地图对吼。安尼我爱找迄个甘蔗嘛，有甘蔗才会当。对嘛，有甘蔗才会当做迄个纸嘛。到底是倒位有人？为什么你走入来呢？我会惊呢。为什么你莫雄甲我惊呢？等下你 one punch 人都无去啊。好，落船。伊无要互我落船。coordinate 记袂起来，记袂起来。对啊，这无算是刷步呢。若阵这无算是刷步，我就要来走啊。哦，你有甲我记哦，好，多谢。哈哈哈！种甘蔗第一公。毋是第一公，种甘蔗互火车帮，互着新帮对。即马搁伫迄个黄金体验 Requarium。
好啊啦，互我上阵。这只鸡有够可怜，一直伫遮。鸟鼠啊，色的人，敢是迄个乌色的啊？做到骹的迄个，叫做 Enderman， 那会无感食？哦妈妈，你要来一支甘蔗无妈妈？我是快乐的甘蔗面。甘蔗，你要来一支甘蔗无妈妈？那会无甘蔗？鸟鼠仔色的人，你是讲海底是鸟鼠仔色的人呢？对啊，我知影 Enderman 会惊水啊，伫海里，伫海底应该是安怎？哦，你讲迄个歹人哦，迄个生甲那传面啊，毋过性地足歹的，甲你迄个会甲大家欺负的迄种。找一个甘蔗，哪有遮困难？我甲你讲，等下我要找转去，等下我要找迄个来转的路，佫较困难。哇，原来出海人险是一件遮尔啊麻烦的代志。外界人，哈？商人敢是迄个色？赤瓜树。我有影找无路啊！我甚至毋知影家己伫对。嗨啊！等下一定找无转去的路。啊，那会无甘蔗？正是安怎要做一本册嘛，遮尔困难？太有可能？遮哪会无甘蔗？即条是溪，我要去海边的意思哦。好啊，我要去找一个海岸安尼。我真正毋知我伫倒位啊！我真正都需要做迄个地图吼。啊，遮是哪有一地？哪有一个沙仔铺伫遮？总爱叫的。好，听好。哈？对啊，这是山。哦，原来是安尼哦。无要紧，安尼小可看无嘛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哦，免看遐清楚。啊，毋过我真正找无路，我真正毋知影我伫咧对哦。你耍真久走真远嘛袂要紧。直直动，好，直直动，好，来直直动。哇！我到底伫倒位？好，即声好啊，即声好啊。哦，你爱甲互地号名哦。好，安尼我应该爱互地号名。你想要食鸡卵糕？你想要食鸡卵糕，甲我有啥物关系？啊，即摆是安怎？我来到即个世界
世界的终点啊！哦，大家若总有看我的，我需要迄个数字，多谢热心，我需要你的迄个数字。初海神的时阵，我有讲我上介意甲游戏生互歹去吼。有啊，有生互歹去啊，有欢喜啊。啊，毋过是毋是无救啊？呾要安怎哦？呾要来转啊？负70、62、负70，好哦，安尼。负70、62、负570、毋是即个方向。负毋免，律师毋免，我已经有迄个天平批互我的数字啊。我会甲 copy 落来，我才会知影。好，继续行进。我嘛无啥会晓看数字呢。这个方向毋对呢。遮，嘛毋对呢。系啊，写袂出来啊。安尼有较对啊，好，你是坚强哦，你足坚强。头拄叫是你讲你是坚强，安尼后摆你着合作坚强。坚强，初见平安。遮哪会光光？这是毋是光光？这个所在有发光呢。啊，毋过暗时呛水是毋是？淡薄仔危险。无要紧，我知影。好，刷去。等下才过来。来看卖咱位即个方向敢是对的。大概是。啊，毋过我走投无路，无你性地上歹。你若食无饱，你着腰巴叉。你嘛毋是腰巴叉啦，若准是律心应该是腰叉。根本着食袂饱。看袂着头前的路，哈？遮哪有一只即个？哦，我叫是迄是铁巨人。好啦，我知影要转去啊。我知影要转去啦。小等啦。哦，你是讲你转来啊？我叫是你是叫我转去呢。即个所在我有熟悉，安尼我知影，安尼为遮来就有路啊。好啦，你性地上好啦，你讲的拢对啦，我活的哪使少啦？这有心甲我教的，无啊，无讲要烧少啊。我即摆看起来敢有成咧洗身躯，洗身躯。有啦，我有找着啊。好，落船。关门，放狗无狗，食一粒苹果。这是啊，对啊，头拄仔律心讲的遐个鸟鼠仔色的人，够危险，先来选。美勇你是安怎？美勇你莫互白讲话。
行销是一个教育德的团体吼。好，来困，共款无关门，无关门就是欢喜。看啥物？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哇，9点啊！今日原底是讲要到9点嘛。无啊，想看卖哦。我搁甲迄个插头用咧。危险啊！迄个鸟厝仔设的有够危险。Allergy 要安怎翻咯？我即摆是甲讲歹人还是恶人安尼？我嘛真是毋知影这要安怎翻。迄原底英语的迄个词应该都是乌白豆啊嘛。哦，土匪，哦，我有介意呢，无就叫土匪好啊。土匪好，叫土匪。我哪会加一个问？我是去拆着啥物物件呢？应该无啊。好，我甲我迄个船仔顶的，哦，我无想要面对。危险哦！魔匪哦！我也是感觉土匪啊，土匪较毋知影呢，土匪较顺啦，比马匪较顺啦。测查，其实我足介意测查咧，就是一种足恬静的感觉，就是我恬恬仔做我的工课，都甲我平时啊上班共款。啊，就是乖乖甲迄个插头测咧，乖乖甲代志做好了，就会当下班食碗粿。啊，毋过 Minecraft 的世界无碗粿。Pillager， 我袂记你倒一个是倒一个啊。毋过我知影因拢有无共款的迄个攻击的方式。这个爱研究一下咧。英语足侪词都是无对应哦，这应该，而且这个是专门为这个游戏设计的词，真是爱想一个。哦，我需要迄个啦，我需要一个正正面的蝉，无我会枵死。我落雨啊！哦，遮咧落雨，遮无落雨，遮落雨，遮无落雨。好，天要暗啊！天已经要暗，拄则的人，鸟厝仔熟的人，梦中若像有听着一寡危险的声，到底是谁的声？到底是谁的声？亲像细汉的时阵，阿嬷远啊话，擦冰，擦冰，我介意。我真介意你的翻译诶。天暗就通食便当啊！你才食便当咧，你才逐工咧食便当。你毋若食便当，你逐工食3只烘鸡啊！啊，你食饭了后的水果有时是5粒，迄个啥？有时是5粒西瓜，有时是好，你食饭后的水果是牛排，我知影，有够熬食。无怪庙公公，庙公公，伊要互你食倒啊！这位无够呢。我也无炸迄个，我也无炸迄个。测查，擦拉冰。
查冰是毋是比查冰是毋是比迄、个？哪会摕到这？查冰是毋是比查冰较顺一丝啊？我是安尼感觉啦。好食好食。好，可以当种2丛，一丛伫遮。Vindicator， 对 ，Evoker 是会调换迄、个，会调换迄个会飞的迄个青色的迄个鬼嘛？迄敢是鬼？就是那夜婆共款会飞的迄、个。啊，是毋是当困啊？袂使。啊，我需要迄个种田啊。安尼我需要一个猪头。你要调换青眼白灵哦？会使啊，迄、个拜四，毋是拜四，拜三，拜三我会算迄、个，对，我讲 Vex 迄个鬼怪，迄、个青色的妖魔鬼怪。哦，你若要调换青眼白灵，你拜三就来看我算游戏王啊！我会带大家同齐算，为迄个上基本、上一开始的规则开始，甲大家同齐学要安怎算游戏王。爱记得来插头早转去厝。我嘛是无早迄支。啊，我用好歹啊啦。好，游戏王，好，随在你讲。好啦，我用迄、个，我甲蚕小可用出来，都互大家。狗怪狗怪听起来真古锥呢，狗怪袂歹呢。好啊，就换做狗怪好啊。即摆的游戏王，即摆的游戏王有迄、个，你讲迄个摆队仔嘛？除了摆队仔，佮有迄个啥物连结？连结，有够酷，有够酷哦！迄、个连结，佮有迄、个，叫做啥？佮有迄、个爱注意迄个方向，因之间的迄个位置，有够困难。咱需要土，毋过其实咱也需要迄个水嘛，爱有水才种会活吼。无要紧，等下才来想办法。好，这就是我的田啊。以后我食饭，就为遮种出来。好，看嘛，佮欠啥？欠水啦，欠水。对啊，我要伫房间内底种田啊。Minecraft 代志要安怎讲 ？Minecraft， Minecraft 伫迄、个 Minecraft 伫华语的名哪像？嘛较无人咧讲吼，嘛拢是讲 Minecraft， 安尼应该是毋免翻啦。我的窗仔咧，窗仔无去啊。毋过我需要迄、个
我需要这个记。好啦，应该有够啦。空间嘛无遐大，哦，小可用一个都有够啊。对啊，讲英语啊，英语讲较惯势啦，要硬翻就感觉怪怪。对啊，华语的名嘛无人咧讲啦。我的汤啊，有啊有啊，伫遮啦。头拄哪会无看着？有够含。好，先来困。对，我有发现，真正是到迄个上时下晡都袂落雨啊。你是讲，迄就是为英语的发音来啊？安尼咱嘛是会当用迄个台语的发音，甲斗一个，因是直直要过来呢。救命哦！哦，我有水啊，我有水啊。对啊，华语讲迄嘛是为英语的发音来的。我已经无命，啊你嘛共款啊，这敢着爱加讲。才有图呢？为虾米有图？是毋是要学到迄个？要学出去啊？了啊，惊，心内惊。台语音，想看觅哦。若阵第一字是 Minecraft，安尼第一个字应该是第二条嘛，安尼变调会变做第二条。有啥物物件读做麦？台语读做麦，那像无呢？哦，我搁欠一项。对啊 ，craft 注音伤济啊，注音伤济，安尼咱台语较斗袂出来对无？啊，有迄个鸟厝仔熟的，有迄个土匪啊，救命！有土匪，有魔匪哦。我要有田啊，哦，文读音是麦，麦苦来，是有淡薄仔像啦，毋过我是感觉怪怪呢。好，会使种田啊！哇，真是一个人嘛会当活了真好呢。好，即摆会当伫房间内底种田，免惊会枵死啊！赞呢，赞！哇，以后都毋免出门哦，都爱啥有啥。后摆应该伫房间内底种树啊，哦，会毋对哦，逐工秘伫房间内底是安怎出去人险？我到底咧讲啥？好啦，今仔日可能嘛差不多到遮哦。袂讲，等下电脑爱借伊用一下。等下9点半袂讲要用电脑，所以咱今仔日上晏就只会当到点半尔，歹势。啊，毋过我阁想要学一个。佮互我有一寡空间，会当种菜、种蜜仔、种稻仔，会无？这内底若是无稻仔啊，这嘛爱学。
你啥物意思？电脑一直互人用，你是咧讲啥？我哪会拢听无？对啊，今仔日要是无找着甘蔗呢，安尼无法度做地图呢。即个用是啥物意思？就是使用啊，使用就是互伊替你完成完成你想要使用的功能嘛，对无？有先对无？安尼字应该有够啦。对啊，电脑本身就是摕来用的啊。我真正毋知影有声你是啥物意思呢？哇，有人要困啊 ！Camber 遮早困，嘛好啊，真早困啊，较早困较有面啊。Camber 若是学业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拢毋免客气，甲我问。Camber 暗安 ，Camber 暗安。无后摆 Camber 来的时阵，请伊讲一个笑亏好啊。好啦，差不多。今日嘛做做侪代志啊，我即马有一个家己的所在通好住，毋免阁忍受迄个单律心。较换有声加入的时阵嘛，免忍受有声，真好真好。好，今日足欢喜啦，足欢喜来，甲大家做伙出海探险。后一摆直播是伫拜三，咱做伙来读迄个暗时的迄个禁册，咱来读一本我上喜意的《Gulliver's Travels》。我会小可准备一寡，毋是讲一寡啦，就是我会带大家做伙来读我上喜意的迄个部分。嘛毋是讲上喜意的部分，其实应该是为上头前开始读，因为规本我拢足喜意的啦。一解可能讲袂了，所以我可能会分做几若解，豆豆甲大家介绍即本册好看的所在。你有做一人要教你大安尼，互因去教你大因食袂饱嘛是恁兜的代志。好，物件收收咧，毋过水某物件收收咧，要紧的物件嘛是爱放伫身躯顶，无若阵律心要来甲我抢，我着真痛苦啊！你要来食哦？你要来食会使啊，会使啊，咱庙着互律心家己豆豆去吼，有心会当来甲我斗做代志。你来甲我顾迄个我的餐园啦，来甲我顾我的迄个树仔啦，我着负责出海探险安尼。毋知影大家毋知影大家后摆想要看我创啥无等下我伫迄个 Twitter 来问大家，想要看我后摆上 Minecraft 的时阵，想要看我去倒位。好。既然 Camber 要困啊，安尼大家嘛较早休困，你会当做肥料，好，会使。哇，大家暗暗，我伫你来的时阵，大家已经要迄个要休困安尼。我的面哪会遮金？好，想要看我起楼仔厝哦？你爱甲我讲我要起啥物啊？安尼我才知影。我甲我的名称做伙。好，多谢大家。我就是要烫衫落来，互恁看一个完整的惯性啦。毋过，即领衫烫袂落来啦。英语教室
这个 curse of binding，curse of binding，bind 就是绑做伙的意思啊，有一个绑做伙的纠缠哦，所以我无法度甲摕落来。好啦，今仔日的迄个 Minecraft 就到这，这毋是饼，这毋是饼，这是会爆炸的迄个 fire charge。即粒若弹出去，应该是会变做迄个一粒火球啊。好啦，既然我无法度脱我迄个 Minecraft 内底的衫，无法度脱我家己的，无，好啥意思？两秒尔，2秒尔。哦，要去看爱付钱，好无？要去看爱付钱。好啦。比如讲，等下要甲我借电脑啊，无今仔日咱就先到遮，先甲大家讲再会啊！今仔日足感谢大家来关心的即个出海直播，嘛会记得拜三的时阵，拜三的时阵有迄个，迄个做啥？恁有 VCR？ 对吼，好啦。大家再会，大家再会，讲再会嘛，讲足久诶。我即个人是安怎？我即个人是拍迄个小少问甲讲再会，拢讲有够久。好，真正要再会啊！安尼大家拜三会记得来我诶迄个禁册读册会，安尼就真正再会啊！